从哪里前去呀？这宫中有事啊！哎，说什么宫中有事，分明是驸马你想讨喜，老兄就是不让你走啊！开心，开心！哈哈哈哈！
怎么样了啊？多饮了几杯水酒，先生我，哎呀呀，我可是有恙了啊！哎，说什么有恙无恙，还是情长。驸马，请，开席，哈哈哈哈！恭喜！哎呀，驸马，老兄我罪该万死啊！罪在哪里？啊，驸马，你看我那不会办事的苍头，冒失到此大街，找一弹唱之人，不问其驸马你的尊讳，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来了。常言道，仆人有过，错在主人。老兄我不是罪该万死么？相爷，你看这普天之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，难道说我叫陈世美，就不许别人他叫陈世美了吗？哦，如此说来，驸马你不管？不管。哎，行，还是驸马你的量宽呐！我是他的结发妻子，曾记当年如常。他言道忠义不忠，忘故乡。了荒诞在荒贫中人家，歌断肠而不我死在草之上。驸马，你怎么落起泪来了啊？哎呀，相爷，我此乃是迎风，哎呀，落泪呀！哦，迎风落泪。驸马，曾记当年在此琼陵的宴上，狂风大起，也未见驸马你落起泪的。今日怎么落起泪来了呢？哎呀，相爷，许是我此乃是病犯一时啊！哦，病犯一时。我眼前没来，二爹娘头上青丝点亮，有大家欢来，谁两张东的西说对我讲夫君的容，状元郎，我先人妇女在堂望人们乞讨，告别了夫妻不愿我将门闯。
不亲，哎。
兄的亲带你前地进京谢状，满说状告当朝驸马，就是龙子龙孙，这般前来有本县府我这儿是人说的谁安来？
来。